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见面，中国嘛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的行动。国防部长表示讲，山东号航空母舰已经通过巴士海峡，过台湾东南海峡到西太平洋来展开航训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去入欢迎备询，嘛证实讲，山东号长在鹅銮鼻200海里的所在。 中国海军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下过巴士海峡，经过台湾东南海峡到西太平洋展开航巡，引起各界关注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初六到立法院备询，表示海军派出拉法叶级甲成功级的巡航舰，等咧离山东南5到6海里的应变区。在东岸大概离鹅銮鼻，目前在200海里左右。曾经有海航20多次，但第一次它出南海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是。 当然，好，也是训练的一环，我把它判定为这样。但是因为这个时机比较敏感，所以它造成来，它是有它的用意。我们军方也在做研判，把飞机起降都还没有发觉。 总统蔡英文参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，引起中国不满。中国初5也启动巡航巡查专项行动，讲要对两岸直航的货船、施工船等实施现场检查，也包括上船检查。虽然目前也无咱的船拄着检查，不过也互人烦恼。中国敢是要透过这种方法建立新的常态？我们也在关注这次海巡06，它会不会又在形塑一个新的常态？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问题了，我们怎么反制的问题，没错吧？ 没错，否则等于是合法化他的这种所谓管辖海域哦。所以我国的航港局昨天也已经有透过这个发表声明啊，要求对岸应该要尊重两岸的协议。我们对中线的维护啊没有停止，所以一旦它进入中线，你们会驱离吗？我们一样要出面，你们一样要。 邱国正表示，中国确实为去年开始就各方面甲海峡中线保护化，但是咱伫中线也是有家己的航空训练区未救起。 另外，邱国正表示，美国的李米兹号航空母舰当咧距离台湾东部400海里的所在，也是咧向各方传达相关的信号。记者郭文用随台北报道。